另外，这方面同款是在点上心，要来关心总统府今仔日办一年一届家庭日，特别邀请府内员工，也有厝内人做伙来闹热。总统蔡文、副总统陈建仁拢做伙参加。总统府的气氛拢是真严肃，也毋过即马世界拢全笑声。总统特别借这个机会宣传饲囝的政策，嘛希望大家会当加生一寡囝儿事势。咱做伙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今天在场的小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要提醒总统说，总统的政策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小朋友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总统府的同仁越生越多，而且要拿出总统府的精神，也就是耐烦耐操，我们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。我也希望我们总统府的生育率可以超过全国的平均值，也可以超过我们所有政府的平均值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我们要请我们总统府的幕僚单位开始来计算一下，如果没有超过平均值的话，总统要反省；如果超过平均值的话，总统给你们嘉奖，好不好？